请老爷，我也兄请，李念兄请。才数月前，怎敢献丑？王爷兄不必推抢。啊，孩儿啊，李年爸要你书写收敛一幅，你可为先？爹爹，与郭师兄在此，儿怎敢献丑呀？好了，王师兄何必谈好，快写嘛！遇到恭敬不是聪明，快去写来。是此，小则献丑了。李行在。陪王公子到4号去写。是，王公子请。王爷兄，姑子儿请来用茶，请。今年118岁了，去了哪家千金？尚未婚配啊！体有一言，只是难以启口啊！你我私有不交，不妨择夜相告。小小的言语广发，资深言语，今年118岁，常必须知，今日配于琳琅为妻，不知意下是何？哎呀呀呀呀！向我家大平安，怎管报告判？皇爷兄，自古家女参家婿，琳琅品月监狱参家婿也，皇爷兄不必推抢。既蒙年
叶兄弟，小弟真管不忠。至于这聘礼，喏，去得也为聘，万须没责。言我一言为责。呀！此次小弟高攀了。儿郎，快来见顾有武大人。有福大人在上，小婿大礼穿拜。也许快起了，姑子儿，快来见顾美婿。美婿，请了。黄爷兄，姑子儿也许请来用茶。请故地小子家有要事，先告退了。既家有要事，那就委屈吧。是。宋秋兄，哎。黄爷兄，你我既曾为亲家，还得改变称呼才是啊！哦，此次要改成亲家了。亲哦，亲家。哎呀，夫人，李年兄已将他的儿女许配过儿，快去改变称呼。此次要改成亲家公、亲家母在啦。亲家母。哎呀，阿玲啊，快来见顾有母。有母大人在上，小婿大礼穿拜。快起来！老爷，老爷，宾客们听说，老爷已将小姐许配给王公子，说这是双喜临门，他们都抢着请二位老爷到西来了。哦，不管当，来，王爷兄，你我一同迎上前去。请谢喜有福。有心在花国放，他负心插来冷成影，东就请来沈美凤，我听要插山他不去放小恨。男婚女嫁，且靠我，我这夫妻为主。公子在上，老身磕头。沈美婆，爷孙有一事要与你商量。公子有事，讲吧。沈美婆，我有一表妹，名叫李秀英，我早想娶她为妻。谁知我故地竟将他许黄月之子黄月明，请你过来想个办法，我定要把表妹她了回来。公子啊，个办法嘛倒是有个，像那李府千金今日就要出嫁，老身我还是怕娘你，这件事情嘛，也是为难我。沈微婆，只要你拆散他夫妻，我叫你把你二十两，20两，啥是表妹到我手中，我再叫你50两，50两，哎呀，公子啊，办法嘛倒是有个，不过长想不来，与我搭档，你快想来。好，只要公子叫做请示一封，使你与小家早有来往，再对老身去推动扭转。好姐，沈美婆，这里有好生的银子，你先拿去。多谢公子啦！4成以后再拿50两，50两。
原来是一封书信，顾文玉表兄钦差。顾文玉乃是他的表兄，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？一只牛嘴。文玉表兄4面。自有亲来做马，兄妹情深意厚，又以钟情于别生经上外心头，只怕月老牵眉，恩爱共结把手。哪料是非人怨，严明另配乱罪，我虽家到王家，岂肯得心忘举？要做一只了表生意，我断是力情意难断，稍不总为自己冒冤而举，是烈士，是烈士，不怕烈士。这难道是真的吗？他们是五表兄妹，从小有青梅竹马，怪不得那日在酒宴之上，文玉面露不快之色。况且我也有罪为凭，好气！好气也！走到他冰清若洁名门玉，谁知他是伤风败俗，下妾身。礼上书啊，礼上书，王位上书少家教，王莽亲把女名声，又令圣君子不断这其词。
相比他，生意不丧，情爱你。我做事一向心不宁。不觉得东方发盆，天将明。自从阿玲成了亲，不上下心。自从阿玲娶进媳妇，跟我老太婆是多少个开心啦！新媳妇是愈在愈貌，愈到愈丽，进门的辰光各种不少，连俺老爷个官运也来在。今日亲家公亲开一开，跟俺老爷去上京做官喜在，跟我老太婆是多少个开心啦！刚才跑过去个丫头，不是俺新媳妇房里个丞相吗？丞相，丞相！来来来来来，丞相拜见老夫。哎呦，上贼上贼上贼！丞相啊，老夫你今朝倒要好好的问问侬，快来！老夫人问我什么？啊，那小姐对姑爷好不好啦？小姐对姑爷嘛，当算是哦，好的好的好的，那么姑爷对小姐呢？姑爷对小姐嘛。啊，个小丫头，跟喊我吞吞吐吐、阴阳怪气的，到底好不好啦？老夫人不是丞相拨弄是非，要问姑爷对小姐嘛，可说不上好。说不上好。自从走婚以来，姑爷他还没上过来呢。哦哟，丞相，搿照侬讲起来，伊拉小两夫妻还没有洞过房咯。哎哟，阿玲啊阿玲，侬真正来了昏头宰了侬。丞相啊，侬去帮我喊伊出来。哎呀，老夫人，私房里我不管去。为啥不管去啦？老夫人，你还不知道，刚才我到私房里去请姑爷上来，我还没有说上几句话，他就骂起我来了。要是我再去请他呀，说不定还要打我呢。哦哟，伊还要打侬啊！现在搿个小畜生变得介凶残呀！搿好个，我自家去叫啊！阿玲啊，阿玲，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！儿拜见母亲。哎呦，上载上载！母亲何事？阿玲啊，做娘的今朝倒要好好的问问侬，快来，侬来了书房里做啥？儿在书房读书。哦，读书嘛还是要紧的啊。不过读书嘛白天读呀，搿夜里向读啥个书呢？去，到新房间里去。儿不去。那侬为啥不去啦？哦，儿读书要紧哎啊。哟，读书读昏侬个头，去新房里去。不去。那侬是真的不去还是假的不去啦？不去嘛就是不去。哎呦，真的不去啊！丞相，把我拉得去！你滚！哎呀，老夫人，侬这个小畜生啊，来了娘的面
好，今朝啊，到底是侬凶还是我凶？丞相啊，老夫人看看侬动手，把我拉得去啊！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呀，母亲，母亲。小姐，老夫人姑爷上楼来了。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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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婆婆，官人请上来了。好个啊！媳妇啊，来啊！媳妇拜见婆婆。媳妇啊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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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官人，阿玲啊，侬看媳妇大娘多少个有道理，去，不要往这里去。媳妇啊，阿玲嘛是个傻叨头，不懂道理的，侬快来阿婆面上不要生气啊！阿婆要下楼去再。小送婆哎呦，婆。不要说，不要说！哎，侬做啥？儿相送母亲。哎呦，娘不要侬送过，侬帮我送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这个小畜生摸得比我还快嘞！哎，让我关起个门。母亲，你关门可不能上锁啊！这个小畜生都是提醒子母亲了，伊叫我关门不要上锁，我偏偏被锁动。今朝小两夫妻和睦在，跟我老太婆也好安心分过去在了。母亲，娘啊！娘亲母子儿辛苦，还要月米难测开。此事一旦传出话，李王两家都进云彩。此今是弟弟到京城去，夫人做事难测透。我虽有千般委屈相随诉，也只好万般怨恨杨心头。家有夜亲夫少红，
小子也是吃得透。心。
亲。哎呦，起来！媳妇啊，那娘余心来在，不晓得是啥个事体，侬倒出开来看看。婆婆，素心礼请官人查看。哦，到底是常师傅的千金啦，清楚都懂道理个啦。阿玲啊，那有没余心来在，侬倒出开来看看。母亲，儿不要看。哦，做娘个不侬读了几年个书，侬到来了娘个面前把起架子来在啊！不要看，算在，我会叫媳妇大娘自家看过。媳妇啊，阿玲不看侬自家看好在啊！哎，媳妇啊，阿婆叫侬看嘛，侬只管看好在呀。有啥个事体，侬只管告诉阿婆啊。是。婆婆心中别无他事，只因今生你是媳妇莫遇之际，我母亲要我请官人同去迎娶。那个老太婆倒是忘记在了。好个媳妇啊，阿玲拿官快进去，真等营造，马上动身。母亲啊，儿不去。那侬为啥不去啦？儿没有孙子，不去。没丞相快到房中把丞相送拿来。是。媳妇啊，读书人手中的算子还是要紧的哦。喏，算子来在，算子拿去。孙子虽好，可惜国子太清了。那侬这个我出啥？介好个一部算子，把侬出得来是不马分水了侬不去算账，我会叫媳妇大娘一个人回去的。嘿，媳妇啊，阿玲不去，侬一个人回去好在啊。婆婆，官人不去，媳妇我也不去了。媳妇啊，那娘只有侬一个侬要是今朝不回去嘛，那娘要不放心过。婆婆，得媳妇写信一封，禀明母亲，改日再去。媳妇啊，阿婆叫侬回去嘛，侬只管放心回去好在呀。在娘家啊，至少个半年再回来。你管？这个小畜生啊！屋里向是与侬当过还是与我当过啊？侬叫媳妇不要回去，我偏叫伊回去。哎，媳妇啊，那赶快进去，真等营造，马上动身。哎呀，婆婆，哎呀，婆婆，哎呀，妻子，这接生伪装娘家，分明是有压在先，这我自有道理。
与其小姐。丞相，夫人更嫌不许多言。夫人这张丞相配对罢了，丞相你家小贼呢？信上写的明白，叫你夫妻同乐，为何不见言行？母亲，官人他与同窗好友回房去了，怪他没有来。回房去了？啊，官人要我在母亲面前对为凤娥告辞，这也难怪。儿郎，也要不见你消失的多了。儿郎，今日为传家来，为娘心中十分高兴。我一杯下酒宴，与我母女同饮几杯。是，要换断句上来。小子辛苦，也该同饮几杯。谢夫人，母亲，愿我不想饮酒。儿郎，像你这家子事也能饮上几杯，怎么今日里？没也不想饮，母亲，愿我饮不下，不想饮酒嘛。儿郎，母亲，半月一月母女为，你为何不见笑容泛姊妹？
既算是此，你家小姐有毛为何是此小事？想必是小姐初到王家，饮食不惯，起居不便的缘故。饮食不惯，起居不便嘛。是儿郎，此刻为的将来就在为娘身边独自起身，有为娘亲事重了，好好养息身体。是，今夜是有为娘动他，我要与你好好谈谈家常呢。夫人，启禀夫人小姐，姑爷差人送来书信一封，姑爷吩咐了，要小姐亲自查看。儿郎，想你赶到娘家，也是怎么就有书信来了？母亲用女儿查书，观看。上写到文字里去，你今朝为做娘家门，不要你冤家去冤家回，不许儿子到天明，自杀今朝不回来，你从此谁相进黄门？儿郎，也是书信到来为了何事？母亲，官上来信非别，只因婆婆年忙夫人侍奉，官上他头说要我做婆，该叫女儿我谁家委屈？儿郎，哪有女儿莫要为娘家谁叫委屈的道理？母亲。儿郎，得为娘写信一封，叫叶氏写了同志，也就是了。母亲，既然官人他有私信到此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你今日放女儿回去，我今日再来侍奉娘亲。想你家到我家只有一月，难道只有你不讲，是没有我娘家了吗？母亲，娘。并非女儿多
去的道理，要是被乡邻知道，不是你女儿的不好，要怪为娘的不知啊！母亲，儿郎，为娘只留你这一笑，你说一朝送儿回家。少为娘，今日病死在身，难道你也要委屈不成？母亲，女儿撒雨是做错，娘啊，你可泪圆了。女儿嫁到黄家子意，那婆婆虽好，怎比得堂上母亲？也恩
养在家中人亲亲，好容易盼到我儿没有归。谁知你养育之恩万关心，我留你一笑都来不及。教养同心不同心。娘啊娘，你今日芳儿为家去。我实在来报娘恩。为娘死了半天，你还是要委屈我要委屈。小姐，我们不要委屈了吧？丞相大乔，小姐，大乔。好，你要委屈，身边你委母屈，亲，必是为娘当初不慎，当初不养你委屈吧。母亲，这都是女儿的不孝。母亲亲上，女儿百病了。
叫那小两夫妻到回去嘛，侬不去，伊回去了嘛，侬又叫伊回来，伊回来了嘛，侬又不肯上楼，侬到底是为啥？哎，颤动，不震动。丞相，丞相，老夫人，丞相，快禀报小姐，是姑爷上楼来啦。是。小姐，老夫人姑爷上楼来了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哎呀，母亲，母亲！哦，官人启上来来。好个好个啊！哎呀，母亲！师傅来啊！秀拜见。哦，媳妇啊，起来起来起来！媳妇啊，侬今朝一路上么辛苦在啊，夜里向嘛早点歇歇，阿爸落去噻。秀送好。不要送，不要送！母亲，哎，让我关起个门。丞相来了，房间里向搿起搿把个做啥啦？老夫人，丞相，侬来了房间里向做啥？我要不是小姐。我是小姐，搿么上次姑爷上来了，侬也来了房间里向喽？哎哟，丞相啊丞相，小姐白天嘛是与侬服侍个，搿夜里向与姑爷服侍个呀。哎呀，侬快到小房间里歇歇去。哎呦去呀，哎呦去呀！我到伊拉小两夫妻为啥不和睦？原来呀，搿个毛病出来了丞相个头上了。让我关起个门，落子个锁。唉，阿玲啊阿玲，朱爷娘个辛辛苦苦把侬拖进一房小屋，总指望那小两夫妻恩恩爱爱，和和睦睦。家个一年生个大胖儿子，跟俺老太婆还抱起个孙子。啥个对呀对呀对呀对，一对对到上家头，人家陈老太太看见来问罪了。王老夫人啊，侬手上抱个是啥人啦？啊，我说那是我阿玲个儿子，我老太婆个孙子啦。王老夫人啊，侬真好福气呀！侬个孙子头比圆圆，别中长哟！跟我老太婆是多少个开心啦！那侬搿个龌龊啥？搿侬儿子不生嘛，男生一个好个呀！跟俺老太婆抱起个男生。啥个对呀对呀对呀对，一对对到我家头，人家看见又来问罪啦！哎呀，王老夫人啊，侬手上抱个是啥人啦？啊，我说那是我阿玲个囡儿，我老太婆个囡孙啦！哎呀，王老夫人啊，侬真好福气呀！搿叫做先开花后结籽，明年一定保生子。
又想要开心了！哎呦，哎呦，跟俺老太婆相婆甚至相婚断绝了，连断臂呀差点撞破在了。那伊拉小两夫妻还没有和睦，跟俺老太婆哪里来个孙子宝？哎，我少讲，还是困过去。母亲她其中情与不明白，听要拉我上楼台，今日她为转娘家去，她儿真是有呀在些事。我以为他停在娘家只一宿，我就可以一封休书将他推，谁知他乱叫去，乱叫回，导致我流奶流泪推难推。且生啊，且生！像你这样水性杨花女，与我面目到王家
人，我啥时叫他去安心？那冤家是定不见好意，他犯奸恨。要是他受了风，成了贫教授应是能安心。吓得我不过去今生，在秀英庭里陪错他，他为何见我像眼中钉，像他之中负心话，还有什么负
我不顾冤家是恩垂。想起了婆婆老她生，冤家她红的是手里不明，那婆婆她对我像亲生，更何况王门为她当银子，怕动坏了官身，要急死了婆婆老她生。我万事娘已与他给，想起往事心头小李雪英，乃名门之女，千金此天，自从嫁到王家，一向离你走到贫富过错。谁知道这冤家，他无缘无故竟将我当作罪人。想今生，乃是我满月之际，你给伪作娘家母女团聚。谁知道这冤家，他不知道按下了什么禁忌，他要我远嫁而去，远嫁而回，哎，等我母女痛哭而别。冤家呀冤家，世界上哪有你这样不通心理呀？我的娘爱我是真宝，这冤家他当我路边草。他竟这样对待我，我任凭这冤家他动一笑。万事将一扫，长龙笑。梦想起玉桂之妻娘寻啊。
家之事，我母亲她再三的教导，到了王家要小声公布，谨从丈夫。想今夜天气寒冷，我啥不与他给，倘被堂兄知道，要骂我手淫礼仪不周，还要怪我父母养女不教。爹娘啊爹娘，你教女儿是郎才女貌几乱叫，是鸟灵这也好，他那也好，是鸟灵貌也好嘞，他才也高。我是口不应声，心欢笑，谈着话同房花烛。是也大，谁知道我进了王家是跌倒，我夫妻是头情你少，是这娘胎18这样的苦楚，我是愁不天哪，还是我的娘错配婚，还是我手淫命不好。我听得叫人。
这件衣裳可是你替我给上的？是我给的。给得好，上了一话。官人，妾身啊妾身，你把女人的衣裳给在我的身上，你要害我一世功名不得正天，你好狠的心眼！把女人衣裳给我身，要害我一世功名不见的。我不当时的妾身难消气。
亲？亲家母，今朝是啥个风不能吹得来噶？我是来看看我家女儿。侬坐下歇歇，我去叫伊出来啊。丞相，丞相，哎，快叫那小姐下楼来。是。媳妇啊，俺娘来在，快去见个道理啊！女儿拜见母亲。儿郎罢了，亲家母，啊，为何不见言行？想必来了父王里，我去叫伊出来啊！阿玲啊，侬不给我抱出来！儿拜见母亲。上在，母亲我是。阿玲啊，那要不来在，快去见个道理啊！亲家母，阿玲来在啊！拜见伯母。小畜生，我女婿配与你，难道你叫一声岳母还怕我受担不起吗？好一位尚书夫人，出口伤人，有其母必有其女。小畜生，我女家道万家有何不错？你要还我一个道理。要问道理不难，你且带着接手回去。你尽管当着我面骂他，当都当了，骂于何方？两年不管，是以过来。母亲，我出啥？我出啥？是以你们的为娘好苦啊！今日被娘千言所困，好不叫为娘痛心啊！儿郎，你还是这样委屈吧。亲家母亲，女儿今日啥是这样委屈，倘被旁人知道，叫女儿也是何做人？既算是此，丞相，哈哈，我是小贼，是大将。儿郎，你既算不愿受娘委屈，为何又跪着不起？女儿在此跪诉母亲。儿郎，待为娘写书一封，叫你弟弟为了与这个畜生评理。母亲，弟弟好好在京为国，你可千万不能惊动于他。儿郎，为娘是有道理，为娘去。
西送京城，不见转为臣。老爷为此计。父臣亲来见礼。晚见什么礼？晚见什么礼？哎呀，夫人，下官闻听夫人身官重兵，连夜官位，怎么见了下官竟这样怒气不息？恰是为何？都怪你挑的一个好女婿，选的一个好才郎。妍希不是有才有貌，有什么不好的呢？好一个有才有貌，只怪你当初许下这么爱神的亲事，是受母女家道万家，被王月玲折磨的神不像神，鬼不像鬼。你要与我去到林家窝林是为嘞？我儿随王月玲4层的领袖，难道我就怕了不成？不成，请进内厅，下官我死于逃离。所有当朝王府。家门不应子不孝，因为人家弄得来是7点8多贼啦。李老爷到。老亲家来贼，他们自己弄肚贼啦。什么？这姐。休要客套。这丞相，我叫他小家伙来嘞。行吧，那阿爹来噻，快去讲个道理啊。媳妇，女儿带酒弟弟。儿啊，怕了。亲家母啊，为何不见言行？哦，想必来了是王林，我马上去叫伊出来啊。阿玲啊，我把我抱出来。拜见母亲上在，母亲我是阿玲啊，哪有不来在？我看侬哪个办嘛？也是有道理。是有道理，我看侬还有啥个道理？赶快进去，叫几啥？请阿公，阿玲来在啊。拜见伯父。亏臣伯父，你是何人？王有礼。他胆小如贼，当初我爱你才貌，才将我女儿许配于你，出家之时配家早年怕银千两，2年3不没，这样后台于你，难道雷上有不都叫不得吗？好一个为官之身，区区小事，玩色藏逃躲，岂非好笑？小畜生，但官窥测过也，你今天必须为我一个道理。要问道理不难，你先待于委屈。待你委屈，难道我要他不起？
买手是养他得起，就是另配豪门，我王有龄绝无一言。你与我些袖手过来。好，替我写来。慢慢走。姑娘根本开口，侬管动动看。黄有龄，想我女乃是长师傅千金，岂容你要退就退，要退就退？今天你还请逃离别罢，他是还不清，哈哈，我岂能逃你？好，你去看来。秦大公，孤奉与表兄请茶。兄弟，过来。弟弟，小先生，你尽管做出这种上方爬草之事，我岂能容得？快进！秦大公，侬为官之人还懂得善终四德，岂有不知之理？在家从父出家，从父下雨来我不过所动。那，自从媳妇大娘嫁到我王家，一向愈规愈矩嘛，愈多愈理。就算有啥个事体做错，要爬来了王家，要吹来了我王家，人侬不知道嘛，人侬不知道。弟弟自从女儿嫁到王家，受尽王有龄4次的凌辱，实指望弟弟未来与女儿伸冤明理，谁知弟弟你口口肉麻，句句人杀，女儿不知有何过错，你总该说个明白，女儿才是死。媳妇，也要死得个瞑目。你自去看啦。媳妇啊，这是啥个东西啦？哎呀，伯伯，这是一封情书。情书，跟侬有不有的想啊？伯伯，休怎会做出这无耻之事？哎呀，怎么那个弄得清爽呢？老夫人是真是假，可以对我笔记。好的笔记个，丞相，快去拿纸砚笔墨来啊！是。好的笔记个，好的笔记个，老天菩萨保佑，保佑这个笔记自家发动。等我老太婆看看是发动的，秦大哥，侬看看到底动不动啦？有理，我看笔记不动，你是上了陈家的圈套了。情深是假，难道说比牛座也是假的不成？闭月嘴！丞相，难道是你？老冤枉！丞相，
小家王家里个东西是侬保管的，有啥干我侬只管个讲出来啊！老夫人，小姐出宫那天，我明明看见碧玉镯放在帐帘内，我也不知道这只玉镯怎么会到我爷手里的。哎呀，阿玲啊，侬搿只玉镯从啥个地方来的？那天花烛之夜，还从房门口拾得的。房口，新房里只有我丞相啊。还有沈美宝，对，还有沈美宝。哎呀，要下沈美宝到此，不得应付。是。见过杜老爷，沈美宝，你可曾说这只玉镯与这封书信？于老师不管，于老师不我管。问你上不上手？批地方你与官不官？搿只玉镯我认得个是那个小家的，搿封情书嘛。好的，沈美宝，这明明是一封平常的书信，你怎么一见就知道它是一封情书？你换过是与你无关吗？看来你是不得不走。来呀，与我冲到是的，是。没叫，我走。这样，这都是顾文玉公子出的旨意呀。只因你换做那个小家，不想老爷叫小家许王公子，因此一话恨在心，让我推得小家的玉镯与家造情诗一封，命我将情诗玉镯对着小家的新房之中，与姨娘王公子识得，好插散在一的姻缘。这都是顾公子出的旨意，与老师无关，都来要扫民呐！我的害人精了。哎呀，要取我明天押沈美宝到原衙审问，不得应付。是。都来要扫民呐！都来要扫民呐！休息。好回父将你许配到王家，想不到在王月令4层的林中，怎不叫为父痛心呐！哎呀，一万字在为父回去吧。金大哥，弟弟，女儿即嫁到王家，生是王家生，死是王家归。女儿虽是死也不为妻了。既是此，你好好养息身体，恢复去了大马。已经不愿财富委屈，又为我归堂才体呀！弟弟，女儿杀死病好，弟为未来侍奉丧亲，堂上女儿与个三长两短，谁当女儿36几岁早已亡故，女儿在此归宿弟弟。休息。
为我心中四道教。操着我不顾为政，自己女孩不能抱，我儿在于长路断木孩老心胸，铁蛋炮。儿啊，也好好休息身体，杀死病号是他家造化，他与三长两短，我岂能管许这黄月里？有夫亲大哥。丞相，快扶小姐当桥外父，是母亲。哎呀，当桥外父。有亲大哥。从前个辰光，做娘个话问侬不讲，个事问侬不想。今朝因为人家弄得来是7点8到，侬到来讨鸟灾啊，来不及哉！母亲，儿好悔哦。悔，遇得侬回来，母亲。教训，今做了不亲不逆人，娘啊娘，秀英杀鱼藏我断，你叫儿怎做人？拜望娘亲来做主。从今儿，娘的也与我句句听。母亲娘，哦，从今早起都听娘家无灾。好过起来。是。哎，阿玲啊。今年是大别之年，侬上京官考起，实在一棍半折嘛，来那要父母面前还好有个交代，媳妇面前摆个道理，那小两夫妻还可以夫妻和睦。阿玲啊，娘叫侬上京官考起，侬去不去？儿子你好过，那么赶快进去，真等营造马上动身。是。哎呀，母亲，娘子病体。哎呦，娘与说过，用不着侬操心的。搿我倒是讲回来，搿桩事体见怪我个阿玲也是怪不来个啦。从
二位亲家，前番无儿不孝，得罪了二位亲家，难为他今日功成名就，望亲家困在我二老坟上，请勿见话。二位亲家，事情也许一事告终，这过去之事嘛，也就算了。亲家公，亲家公，我家里能得告终，一来是托亲家之福，二来是托媳妇头娘之洪福啦。大家之福，大家之福。有领军护送长远，发风救命随我远这两家成长长年送，多谢娘子我心肝。母亲啊，娘子明天可见于万方母亲分根源。亲家母，为何不见媳妇头娘啦？待我唤他出来，丞相，快唤小贼出堂。是，玉卿小姐来了。阿父上下心寻踪，修营一步到堂心。王永龄对王英陪笑脸，把过去之事话语街堂上两家争上上对送，修营长心把礼敬。拜见公婆爹娘，儿啊，罢了，也望宽恕。谢公婆爹娘。可见娘子心欢喜，娘子见我生气，太太再看我也气，他背朝东来面朝西。堂上大人下一困，须得我面红耳赤把头低，怪我当初做事冲，我只好三通风还
为千金小姐，我离开称呼她小姐才是哦。啊，小姐，小生这下有礼了。我真糊涂，如今我已是头名常院，他就是常院夫人，我离该称呼他夫人才对哟。啊，夫人，下官这下有礼了。夫人。凑许凑配婚，配了你，这个为人为你为心红。你不该不生不想不离睬你，为什么满思满心莫要拉着？我自闭受苦受难受到今，害得我是可爹可娘可伤过。既然你是他夫他贵的他长女，娶一个美的美貌是美上娟。嘿，当初要不是我家小姐替你给上那件女生衣裳，我看你呀也做不了这个长女。哈哈哈。娘子，哎呀呀呀呀，娘子！养父，你快下来做甚呐？一切起来，多谢养父。秀一儿啊！你莫计前程，莫计远，且听为父来相劝。若令高宗一归心，你理该承
生水万皆风光。弟弟呀，那是定心把婚配，气得你弟弟是官场团，此心此景才一心，弟弟你还未替他来送风光。有梦，大人不及小人过，还请有梦抬起相劝啊！你且起来，多谢有梦。是婴儿啦，母亲，难为他今日在作为新庄儿啦，快是风乱把呀悲传母亲娘，死而不孝为母命啊！娘娘，难道你先房子是都还完？他尽管在娘亲面前要将儿当，他尽管有母不教把母哄。他是个大丈夫儿不虐，管他长虐不长虐。有梦，娘子。小畜生，在家不听娘教训，免得媳妇受巧冤。为父不管家中事，要劝劝你娘去劝。母亲，做啥？母亲，娘子不肯接受问过，还请母亲抬起相劝呐！阿玲啊，媳妇同样你自家爷娘的喊我都不听，阿不个喊我啊不会听的，中央都个吃倒霉。母亲，你去相劝，娘子一定会听的。不吃倒霉，总的不去，他自家不吃。也罢。母亲不肯去相劝，我从上元也枉转，就说一声空家堂。哎呀，你要做啥？不知
得媳妇来听阿玲从前陪陪侬，难为已经好，陪在是来人错。侬可以回到西，哎呀回到东，媳妇的归的是红男姑。媳妇侬三番不离，一时长远不足要去破堂主，该种就叫一时不啊！侬爷娘媳妇就好家口，听侬婆接凤冠，国民夫人已能做。女子绣从生婆婆的恩德并相逢，夫妻不是亲友，为我是不明不怕受折磨，我不愿与他夫妻和，只好辜负你老婆媳妇侬是爷娘风筝一啊公，昨夜渡来么两夜渡，千错万错是阿玲错，我婆婆对侬总不错，媳妇啥法肯夫妻和，我养什么儿子还做什么婆，媳妇啊侬忙个神经节目。夫妻同欢尽谁度啊？我不愿与他夫妻哦，我情愿地走端汤来奉已经愿地坐端汤来奉啊奉啊奉，真是我眼为个好媳妇，所以为难难什么啊？媳妇啊，媳妇。阿玲啊，侬这要夫妻和睦嘛？只比侬张元贵的妻人啊！从哎呀，母亲，哎，那是天子门生，万岁于身边的辛苦长官，我只能想去娘子，哎呀，下跪哟！啥个天子门生的幸福状元，老婆都快认不得在去呀！母亲是呀，母亲是呀，母亲是。娘子，我见你快下了。这风光呀，陪儿唱起身。好多好多，请公公爹娘原谅。好嘞